咱真难得吼，拄着今年即个过正吼，过正咱正月初一就是礼拜日，啊，咱休几礼拜，过来礼拜日安尼吼，啊是咱真难得有诶，啊，佫一项是有人咧讲，咱知影敬拜上帝，吼是七日的头一日，啊，咱今年嘛是七日的头一日来敬拜上帝，咱佫是一年的头一日，吼，啊，这是上帝恩典。咱犹佫伫假期的中间，啊，咱有诶兄弟犹佫伫外地还未转来，还未收心就对啦。明仔载要开始恢复正常的聚会吼。啊，咱佫一遍，甲咱隔壁佫祝福一遍吼，祝你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好无？来三个祝福一下。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即个福分，搁一遍伫你的圣殿同心聚会敬拜你，因为敬拜你是因为阮知影阮的不足，阮的微细，因为有主通做阮的指导甲模范，阮就通勇敢向前，看见上帝为着阮备办迄个美好的即个应允，也阮通过你的话来提醒阮家己有啥物失觉察，也是有啥物阮做无到的。这是成就阮生命丰盛的一条上重要的脚步。愿你通过你的话，阮得到美好的学习。你的听也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相甲同在。虽然有的兄弟要伫外地，也是讲要袂转来到家己的所在，求你拢引出因的脚步。伫你面前，通过你的话，阮要相甲学习。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今日所学习的这两段经文，相信咱真侪人真熟啦吼。头一段是以赛亚，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的宣讲，伊讲上主安尼讲，上主安尼讲的意思是，毋是先知家己想的，是上帝爱伊讲的。伊讲哪，毋通只有会记你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事，啊，毋通只有记得，毋通一直少念吼。啊！伊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你竟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啊，伫沙漠开江河。当然，即段话咱会当对迄个话词看见上帝的意思。讲头前的代志，莫阁记啊，莫阁念啊，莫阁讲啊。我是要阁做新的事。啊，即个是对以色列百姓因迄个民族所拄着的灾难、拄着的艰难所讲的话啦。啊，咱今日咱诚做，吼，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教会，咱对这个话词有甚物款的学习啦，吼，学习。敢真正过去的事拢免纪念吗？过去的代志拢免想吗？迄是爱有一个原因呢。比如讲，咱过去人对咱有恩典，吼，对咱安尼有帮助，咱爱敢会使袂记去，吼，毋通忘恩嘛。啊，所以。上帝讲的话，的确有伊特别的意思。啊，咱要用对个特别的意思来伫咱的家庭、咱的身上，伫遮来学习。第二段就是咧勉励咱伫这新正，大家人拢足侪讲好话吼，祝福的话啊，反正若有好话拢讲啦。啊，若较一般讲祝你安尼新年大发财啦吼。啊，咱讲新年恭喜、新年健康，这拢是真好的话。但是上帝用伊的话甲咱讲，吼，伊讲恁若听叹上主的话啦，一切祝福拢真好，我嘛足爱听。但是吼，前提是恁有信听叹主上帝的话无？啊有遵照这个律法、甲诫命、甲规例无？专心专情归应主无？吼，听上帝的话。遵守法律，甲所记载的诫命甲律例，啊，佮专心全情归应主。意思讲，你若来安来牵掉我，剩的你就我替你负责的意思。啊，所以下面的话讲要互恁行通安那呢？互恁所生的、精生的、土地出产的，充足佮有春啊，充足有春。因为上主的安尼照已经以爱恁的列祖安尼好款待恁，祝福恁。啊，这两段经文咱简单做个描述，啊，咱通过这个纲要，咱倒一遍来学习。申命记甲咱讲，你爱
一心一意归向伊啦。啊，你表示讲啊，唔通阁有啥物妖仪啊，有啥物款的啊，去遐田畔伫遐束缚，你就是专心就对啦，无有啥物款个的理由就对啦吼。讲全一心一意来归向伊。啊，就亲像耶稣捌讲的即个譬如吼，耶稣讲一个譬如讲有一个安尼好野人，啊咧招人讲来因兜食节操吼，啊来参加宴席。啊，有人就讲我安怎，有人讲我要娶某，有人讲我厝里还阁有代志，啊，就无要专心嘛。上帝所爱的是讲，你唔通有什款的顾虑，无有什款的丢毒，就是专心一心一意。讲恁必须爱听他你遵行写伫即个律法律册顶面的伊一切律例，专心爱听谈安尼吼。啊，所以咱大声起头就是讲，嘛是用申命记先来讲，申命记所讲的是讲，咱专心望主，你就得到恩典啦。啊，这个话咱搁做一个学习。第一项，讲上主你的上帝，你若有照一心一意来跟对主，专心专情来归应主。伊讲上帝要互恁的事业兴隆，事业兴隆。啊，这是啥啦？这是咧讲拄则咱读的即个经文啦吼，这个经文就是咱的现代本的圣经。恁都归应主，专心专意归应主，啊，专情来归应主。啊，照主的旨意来行，伊就要互你事业兴隆。安尼表示讲，你追求的成功吼，伫主的内面，主就要互你。啊，你家己用家己的办法去追求，无一定会对。第二，伊讲专心望主要得到，啊，讲要多子多孙呐，啊，净生吼，啊，真多五谷丰收，就拄则咱读的台语就对啦吼。咱读的台语讲。伊要互你事事亨通，互恁所生、前世生的土地出产的，拢充足搁有存。啊，这是上帝一个应允。伊的前提是你欢喜跟对主无？你要专心望主无？你要专心专情来牵调伫主无？第三是上主的应允。伊讲伊捌乐意互恁的祖先欢迎，意思是上帝。安怎祝福互你的祖先？这个祖先当然让对亚伯兰开始讲，这个军队主啊，这个祖先伊安怎顺服伫主，照主的教示行的，啊，你就看到因安怎行通，甚至到伫埃及嘛是行通，伫对敌也是讲伫异邦的地，上帝嘛共款互恁行通，啊，恁敢无感觉祖先所领受到的祝福，啊，恁今仔日无要记载吗？无要想吗？啊，所以伊要互恁得到欢迎。啊，通过这个话，互咱有一个基底，就是讲上帝要束缚伫遐个专心专意、专情跟对伊的人。啊，拄则咱有讲起到第二，原来读的第一段经节是以赛亚书43章18到19。咱通看见讲，伊这个话内底有蕴含着迄个真深的意思啦。讲毋通定记着往事，毋通沉迷伫回忆中。拄则咱有讲起，有真侪对咱有温情的人，咱袂使袂记起啊。但是上帝伫遮要提醒遮个百姓，就是讲毋通定记得你失败的往事啦，毋通定，互你的良心，互你家己的迄个感情，互你的热情，互较早失败的事。也是有捌误求着上帝，啊，拄着的刑罚，啊，你一直咧记着遐个事。若是用今仔日，咱伫新年新车，啊，咱开始迎接新的一年，咱嘛会使讲，过去你捌跋倒，捌失败，捌拄着艰难的事，你毋通定沉迷伫迄个安尼哀怨，也是怨叹，啊，伫做的行业的中间，毋通沉迷伫回忆的中间。因为安尼会互你的骹步绑伫遐，若毋是心中充满着怨叹、怨愤啊不平，若无就是你身躯软正无力。你讲啊，就拍倒一摆啊，无想要搁拼啊。啊，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提醒。所以上主甲以色列百姓讲，我要有新的作为。表示恁若跟对我，你通找条一条新的路，
啊，即个新的路用即段话成做一个足印象足深的，就是咱所读的，讲我要伫旷野中开道路，伫沙漠中来开江河。这是一个意思，讲伫无可能的事的中间，若我出手，就要变做有可能。所以咱真侪人伫咧产业界，产业界有真侪事发觉讲，即个事较像行袂通啦，行袂通咱台湾也是讲，即个世界的即个经济产业，咱讲红海甲蓝海安尼。意思讲，有诶代志已经做啊，人大家无爱做啊，你较对一定稳无法度诶嘛，稳倒诶嘛。但是讲，我要开拓一个新的蓝海，表示讲一个新的物件，我要来做。真侪人遐有知识诶人，也是讲有智慧、通判断人，伊也去找一即个。咱的上帝是一个开拓新事诶人，诶上帝。伊要互旧变新，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伫新年。规个礼拜拢休假的中间，咱等于今仔日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咧。明仔载咱就要恢复事拢工商啊。所以咱毋爱追求啦，咱来追求即位拄旧的行为，除旧行就是讲，我有旧的作为，我旧的想法、旧的思想，咱来追求行新的事的上帝。只有主有即款的开力，也是讲咱的心有决心要行新的事，但是咱无开力啊。咱来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开力。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人生咧行即条道路的中间，咱爱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因为你的心安怎想，你的代志就会安怎做。讲一个理智的人，一个无斗志的人，伊做甚物代志拢袂成功。但是，若是一个有心智健康的人，伊发现讲有机会，伊就无让咱拍拼。所以健康的心灵，什么意思呢？健康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啦。每一个人拢认同健康真重要。俗语有咧讲，失去健康等于失去一切。人一旦若是破病，就会想尽办法要去医病嘛，试过去要就医啦。但是咱拢有时会去找讲，我即个骹咧疼，手咧疼，酸胃肠咧无好势，你要治疗遐。但常常咱忽略了什么呢？咱的心嘛有问题。心有病痛，小等下，咱有要举行即个月的即个医治的祈祷。事实，你行到你主头前，咱的侍奉者伊嘛无法通知影你所有的一切，但是你着心内甲想讲主啊，我肉体有毛病，我要得到主的医治，但是我也恳求主来医治我的心，互我的心充满着即个意志力，充满着健康。主就人。伊自然了解你的需要。当你开嘴的时，主就要听你的祈祷。箴言18章14節有安尼讲，人的心会当忍受病痛，心灵破碎，无人会当忍受会掉所以是讲，即个有时病痛咱还阁会当忍耐但是心灵破碎，无人忍耐会掉的意思。肉体酸痛。但是你的心若病痛，迄个心的病痛搁较重。可见讲，失去心灵的健康就失去幸福。15再讲，聪明的人得到知识，智慧的人健康来追求知识，这是一个咱对主领受到迄个提醒啦。所以基督徒真重视的，就是讲，我足爱身体的健康，但是搁较要紧的是。我的心爱有健康，这就是专心专意归向主的一个关键。现在咱要追求主，因为咱的心灵家己医治有时医治无落来，是你专心向主，你才会追求迄个医治的方法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三个学习这的即个恢复心灵健康的方法啦。会使讲是要迎接新的事，你要先医治你的心才会恢复心灵的健康的方法，第一，就将过去交托给上帝，将过去交托。咱拄则有讲咱毋通搁记得以前的事，搁少年头前的事，其实是咧讲咱过去一切无如意，
一切烦恼忧闷吼，咱来交托互主，啊，将过去来交托互咱的主。因为咱若一直受过去的经验甲生活影响，你就袂当经历到新的上帝每天所行的神事。上帝行神事，你若无经验，你若无放下，你会想讲啊，这个甲我无关系啦。啊，人咧创啥，我无咧注意伊啦。啊，所以咱的确都爱先有即款的提醒。以赛亚43章所讲的吼，咱爱经历到每天咧行神事的上帝。咱嘛看见保罗所讲的，讲爱袂记咧后面努力头前的，按照标杆来直跑。啊，这意思拢是咧甲咱讲，你爱袂记咧过去的伤痛，袂记过去失败的经验，毋通互过去甲你绑掉咧。咱真侪少年人吼，打开始的时阵，咱讲朝气蓬勃啦，啊对前途吼充满着愿望，但是吼经验无够，也是讲无贵人帮忙，哇！初生之犊不畏虎，但是虎嘛是甲你咬着啊，吼毋惊是毋惊嘛是会咬着啊，啊咬着了就啊，规个像迄气球吼消风去安尼。咱咧高雄港吼最近定来咧喷风啦，喷一只大只的兔啊啦，一只什物足水的迄个装置艺术啦吼，啊有一届讲风箱头吼，啊吹一个啊怎消风去安尼。咱少年人上惊的。毋惊讲伊无斗志，上惊是惊漏风。啊，伊都吼怎规个斗志拢无去，啊怎沉迷。但更较严重的是变啥？严重的会变去食毒哦，会去啉酒哦，啊怎一生怎沉迷伫迄个艰难中间。安尼是袂？保罗也是以赛亚所甲咱提起的是，你有侪侪过去的事，你安怎？头前来跑走，这是第一个。先甲过去交托互主。当然，你有成功，你嘛袂通伤骄傲啊！啊，成功你无一定继续成功呢。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咧报道，讲迄嘛真趣味。咱遮少年的可能较有咧接触啦吼，就是咱知影讲，即嘛吼，足侪生意拢吼电商甲占去啊，吼，就是咱遮的网络内面吼，啊，你买物件伊甲你寄到恁兜吼。啊，定啦，你拢爱领着讲啊，即个送货吼，啊，什物货到付款的一大堆啦。啊，伊咧讲起着讲，咱台湾吼上紧做电商的一个公司叫做 PC Home 吼。啊，这 PC Home 因为伊开始做电脑方面的网络的方面的代志，所以做啊足紧。啊，初期吼，我嘛足侪迄阵吼，在市面上买袂着啊，一个上网就买会着，啊，伊就甲你寄来。足欢喜安尼，足方便安尼吼。但是呢，哇，这几冬吼，社会咧变化，电子支付啊来啊，吼，啊迄物件要安怎送到恁兜的方法拢足多就对啦。啊，特别是外口的吼，中国的啦、新加坡的这电商拢拼入来。啊，台湾吼嘛有新的厂商出来啊，吼。啊，所以呢，电视吼，哦你。全5台有2台是咧做卖物件嘿，啊吸引你的目睭啊，看到啊就甲下单啊安尼吼。啊，伊的故事是咧简单讲，即间 PC Home 原来是龙头，咱台湾的龙头啦。但是伊吼无做啥物毋对哦，伊敢若无做新的代志，人别人咧新，伊无新，安尼规个扯落去吼。所以变做现在咱台湾上大的电商叫做某某即间公司啊。哇，迄你啊，甲看迄规模，你会惊到吼。迄比10间百货公司较大。啊，伊讲即马即间 PC 吼，旧年啊上市的时阵吼，敢若剩即间某某市值的5%，安尼什么意思呢？我100块，你还剩5块，我差偌济。啊，所以最近因一个规个公司拢爱做改革就对啦。好，所以意思是讲，你若一直沉迷伫过去，你就无法度通行新的。人社会咧变化，啊，你掠做原来我做了对，但是无一定明仔载你做的就是对咧。啊，这社会变化会紧吼，啊，咱真侪伫即个咧参加这种行业的人拢真知影。所以第二，咱常常来省察啦吼，省察啊，甲反省。意思讲，我常常会看见我家己的不足的所在，
上帝是使人省察家己的能力的主，啊，所以咱爱随时去注意讲有什款的毛病无？咱拄讲心理的毛病嘛。啊，第一个，咱讲拄起迄个心理的爱有健康的，就是将过去交托互主。第二就是常常自我省察甲反省。啊，这反省中间有一段真重要，讲上帝使人自我省察的能力啦。啊，咱安怎无有迄个无节制，甲骄傲，这是毋对的，就对啦吼。迄个无好的所在，也是你真顽固甲背逆，啊，你有时欠发家己自我省察，吼，造成的心理的疾病。有人固执是认为我对啦，我哪会都爱改？啊，有时就因为你感觉是对，啊，决定都是失败的原因。特别咱新年开始吼，咱真侪兄弟拢会伫新年年初的时阵，哇，用足侪望、梦想、祈祷，讲要迎接新年，对吧？大家拢嘛会讲新年新立志啊，啊，你有立志，我嘛要立志啊。啊，先有人立志会成功，有人立志讲的吼，啊，过几日啊都袂记啊，因为有真侪代志咧烦你啊。啊，所以咱往往是一年的最后一日，啊，会想起过去的旧年的即个365日吼，啊，当初时所怀抱的迄个梦想啦、美丽的梦想、望甲期待吼，啊，你无成就，啊，感叹遗憾。啊，一年一年过啊，过去啊，毋免讲啊，加讲的安尼。啊，整个规个人就一直活伫迄个安尼略俗啊，佮重复的中间，重复的中间。啊，所以咱伫信主的人就是讲，我有想要改变无？我要改变是对倒位来得到改变？啊，这是咱真重要的常识。那么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咱基督徒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讲你爱拄起心中的伤痕啦，你家己的懊悔甲罪恶感，你遐歹的事，你爱甲大摒扫。咱每一年新正进前，咱拢会大摒扫。咱教会嘛拢会收集遮的侪咱的二手货吼。啊，你会变讲啊，过去今年感觉袂歹，啊，毋过吼一年拢无穿啊，2年拢无穿啊。啊，你这2年无穿，哪有可能后年搁穿呢？除非吼你减肥啊，吼减肥都有啊。讲啊，今年等我减几公斤就会穿一啦。啊，毋过就等啊袂好，迄领衫就歹去啊。所以呢，我意思是讲，咱用咱生活咧拄遮个大扫除的意思，是讲你的心灵的遐累积的物件，遐灰尘你无扫除。厝里咱整理甲整理，新正爱要整理，但是咱会记得，咱爱伫咱心中有一个大扫除安尼。啊，这大扫除当然物质上的伫咱的厝内咱会晓，但是心灵的扫除，咱都爱学习对主来领受着吼。啊，所以咱伫回顾过去的中间反省甲悔改，这点对基督徒真重要。但但是我是要想讲吼，定讲到悔改，啊，咱会感觉讲，哎呀，咱哪会基督徒定咧讲我毋对，要认罪啦。咱基督徒若要讲悔改，爱加2字，叫做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啊，从咱听到这个话，拢会先想对一般社会生活讲，哦，哎作奸犯科的啦吼，哎偷窃啦、抢劫的。毋是这个意思啦。认罪悔改是你先承认家己的不足，所以这个认罪悔改毋一定是负面的。咱常常用这个话术或这个字眼来负面影响到啦吼。好像悔改啊，悔改足侪人会变做讲，哎呀，我怎无斗志气，安尼头壳衰衰，感觉讲哎哟，安尼连看人拢歹势，有无？为贼仔互掠着，你讲伊头壳牙悬悬袂啦，头。但是，咱伫遮的悔改、认罪悔改，毋是即个意思。悔改是勇气，悔改是要新的开始，悔改是要得到新的开展。换一句话讲，基督徒的悔改是什么意思？我知影，即个毋通阁落去，即落去对我无路用，无功效，会失败，所以我要用新的开展来换。所以悔的意思就是讲，即个代志毋对。我毋通阁做啊！改什么意思？改就是旧的要换新的嘛。我改毋得，改一项。啊，所以无论你的健康，无论你的生活，无论你的事业，无论你做代志的态度，你有悔改无？咱毋通一直想讲
做歹代志啊，读甲衰，毋是，是我有迄个勇气要改变。所以悔改对基督徒是健康的事，是一个安尼足有新的开力的事。就亲像你做这个事业，做这个代志吼，也是讲你咧做一件物件，做了毋对，搁重做一摆啊。你煮了口味无好吼，倒是欠倒一味啦。是煮伤久，是煮伤熟，是煮无够，你爱改嘛。悔改的意思是安尼。基督徒的悔改，毋是一种负面的，甲你泼冷水的，甲你安尼配臭烂，毋是啦。所以咱若要悔改、反省，第一个，咱就倒转来拄则申命记所讲的，你有正追求上帝的国家义无？这看起来改成足抽象的吼，毋是呢。因为圣经明明甲你讲，你要得到后壁的福气，你就是要专心专情来跟对主。所以你有先求上帝国家义，上帝讲我后壁一切拢要互你。这是顺序，咱煞无要做。你咧伫遐怨叹上帝，讲上帝你也无甲我保庇，上帝你也无甲我照顾，你都无先求啊，先嘛。毋是讲我有才来求哦，是我先求啊，先求伊的国家伊的义。那上帝上关心的事是啥物？今日咱伫遮敬拜，就是一项。上帝爱咱是毋是有捌伊、敬畏伊、敬爱伊，而且感谢阿罗。所以你毋通了做讲做礼拜咧唱歌吟诗接敬拜团的代志啦。恁唱做恁唱，你根本你都袂记你敬拜的意思啊！你敬拜是因为你甲上帝产生关系啦，对毋对？就亲像讲敬拜团讲紧的哦，大家插头甲插落去，你讲我毋免插，互恁插就好，你都无电啊，你都无电那我插落去安尼，表示我对神的吟诗阿乐敬拜，这是上帝所爱，毋是别人。所以咱的敬拜团毋是咧表演，请会记咧，毋是表演。若要表演，咱放影片互大家看就好啊。敬拜团是招咱你我大家同心一意来敬拜主，这是上帝所爱。第二项，你有尽心传扬伊的国无？你有尽基督徒的本分，还是文道的本分？我欢喜传福音无？有时我甲咱遮的会友伫三交陪，感觉讲真甘心吼，因吼。安尼处处有机会，就是传福音呢，招人来信主呢，吼，听到遮个伫小组内底听到遮个同工伫见证，实在是真感动，真感动。伊伫因家己工作的范围内底，有机会就讲传福音安尼，吼。第三，咱是毋是有成就伊的旨意啦？意思讲，我有过下上帝意思的生活，祈祷的生活，还是你都照伊家己的意思？意思讲，我家己想要照我的意思来成功，但是你都毋是上帝的心意啊！等于你加努力的、加拍拼的、加流汗的、加无用的，无用到最后一场空啊！上帝讲爱你过着祈祷的生活，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生活。这是咱头一个讲回省反省过去啦吼。第二就是讲，咱爱会晓。做一个饶舌的生活，心灵的健康，你若无饶舌这样事，你就是心灵内底一直放一个垃圾的米粒内底啦。我会记进前讲道中间捌讲起着讲，你怨恨吼，就是你赶着一笼迄个死的鸟鼠对你咧行，有无？吼，咱捌讲过这个小故事，意思是讲吼。我想要快乐，想要有香味，毋过你为怨恨，为无饶舌，你亲像你身躯炸着一地掠着的死鸟鼠，你要是死去足臭啊！你定定放伫身躯边。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伊安尼讲，耶稣讲：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耶稣用一个条件式的讲：恁若做，主就自然甲恁解除啊！若无，你一直伫迄个艰难的中间，连上帝嘛无赦免恁哦。所以咱拄来讲成就上帝国，家己第二是讲，咱有过着迄个饶舌的生活，偷放啦，是要互你得偷放。吼，这是这个中文的吼。先讲咧，咱心灵要健康，要
领旨上帝新的事，咱大家拢理解，你我拢知影，大家拢了解。咱常常往往吼宽以待己啦，严以律人啦，一般是咱人的心意吼，是毋是？咱常常无悔改家己的罪，啊，毋过常常讲别人毋对。所以你若记得讲吼，咱有一个群体的即个生活的一个提醒讲吼，若是定若听到即个人咧讲别人毋对吼，啊，伊毋对上济啦。爱听有意思吼，咬讲别人毋对的吼，你讲人是非是安那？是非人啊，所以请会记哩，咱若搁讲啊，你哪会讲别人？安尼嘛是你咧讲啊，你也会记哩，咱就加一个原则，先讲家己就好，吼，家己啦。啊，所以咱无去定别人的罪，咱为着这个事来悔改。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啥？圣洁的戆人。圣洁的戆人，什么意思呢？咱家己明白过犯，认罪悔改，我就变成伫上帝面前的戆人，圣洁的戆人。意思是讲吼，原来你免安尼做啦，但是因为你欢喜军队主，我要欢喜做圣洁的戆人。耶稣拄则讲迄段意思，就是讲你有可能会去吃亏掉哦，吼，你有损失哦，啊像你家己有权益有损失，但是你为着要保持和睦，啊对咱颠倒有利益就对啦。所以咱来诚做圣洁的戆人。啊，咱相信听你即位，逐个人新正，逐个拢会做伙，吼，新正逐个拢会做伙，像家族啊、亲人做伙。有时咱看见即个家庭安尼足和乐啊，逐个气氛真好。有人是吼勉强做伙啊，也无笑容，也无咧关心啦。安尼啊差伫倒位啦？差伫倒位？迄个兴旺也是真闹热、真和乐啊、真快乐的家庭，就是其中有真侪圣洁的戆人。伊欢喜顺心嘛，欢喜开放，欢喜交代，欢喜安尼无用嘛。但是遐个安尼冷冷冰冰的吼，就是遐个大家拢要做巧人啊，要加出外嘛无爱，啊要开放阮兜哦，加无用的，我困啊要惨的安尼。啊，我有听见咱真侪会友讲啊，有影过正真无用啊，互伊咧，互亲戚五早来阮兜，啊来好款待啊款爱拍背爱整理内底，但是啊到尾趁着快乐，讲哇，感觉讲我今仔日吼，互我的这亲人朋友啦，啊是大是细，大家足快乐。啊，这是有人欢喜做即款的代志。咱兄弟姊妹，咱伫生活的中间，拢需要即款的人。圣洁的工人是物？若真做圣洁的工人的先生，会带来家庭的和睦。啊，你若是真做一个圣洁工人的太太吼，你就袂定定念东念西啦，去念先生这啥迄啥，念愈念吼，伊愈离开愈远就对啦。啊，这是我咧讲工人，就是你知影，但是你无安尼做，有时你损失决定都得到。真做圣洁的工人，你就袂伫团体内面制造问题。所以耶稣甲咱教示安那呢？真做圣洁的工人，就是有一寡损失，但是为着保持和睦，也搁较宝贵。兄弟姊妹，咱讲到这段有讲较久啦吼，我讲迄个，是安咱人的生活中间会产生即款的问题，关键在伫遮，就是讲心灵的病，你即个紧若无去透，啊，有时你做的代志拢假做的。有时咱会犹豫啦，基督徒嘛安尼犹豫。你会伫你小组内底讲，有的是甲牧师讲，有的是你家己安尼甲你的亲人讲，讲安那奇怪，我安怎努力，啊，拢无当祈祷，心内足忧郁啊，祈祷无落来，啊，祈祷无两句吼，都祈祷袂落啊。第二是讲，啊，我的心是安遐尼忧郁啊、郁卒啊、忧愁甲痛苦，感觉讲啊足无舒适的就对啦。啊是讲，我虽然常常祈祷，啊，生活遐尼忧患遐尼多重担，啊，困难遐尼多，主啊，我是安怎呢？基督徒常常有即款的疑问，但请会记伫遮，伊咧讲，这个困难甲真侪原因甲理由，其中一个可能毋是干那即个尔，但是其中一个上重要的理由是，你的心无下面，无饶下，你无饶下别人，你无将家己迄身躯迄块死鸟刺弹掉，所以你祈祷的心无得到平安。你袂当领受到上帝上大的祝福。兄弟姊妹，请会记咧，咱无饶赦别人的罪，天顶的老爸，咱的上帝伊就甲咱关伫什么？
关伫属灵的监牢、心灵的监牢、病的监牢、生活上的苦难甲试炼的监牢，因为你伫关伫内底。啊，这是咱人生上困难的课题就对啦。真侪人互人关伫看袂见的监牢咧受苦，因为伊无愿意饶赦别人。所以，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要开始，请你会记你甲遮的真正遮的困难、遮的怨愤吼，无遐简单啦。你毋通家己处理，你要交互上帝处理。上帝才有法度清扫你遮的污秽甲垃圾。啊，所以当咱新的一年看出骹步的时阵，咱来拄起心中的羞愤，饶赦别人。我讲遮个事有真侪见证啦，咱无论看咱的即个Good TV 内底的见证的事，也是咱真侪兄弟姊妹的事。包括讲，我真侪安尼改袂过的歹习惯，我因为靠主我就改过啦。比如讲，为人食薰改袂过来，为人啉酒改袂过来，为人做一寡安尼对身躯无好的事改袂过，因为伊无经历到圣神。所以毋知咱听过即个故事啦，牧师佫重复一遍吼。有一张相片足出名，就是伫越南战争的时阵，一张足经典的相片，就是一个查某囡仔，规身躯无穿衫，因为迄个衫拢互火烧去啊，规蛇路咧逃走，有一个翕相师甲翕到即张相，毋知你有想到什么相片无？一张是安尼50年前所发生的吼，50-60年前越战规身躯因为迄个美军吼弹迄个燃烧弹，烧咧到地下，规身躯伊的衫拢可能是烧着，赶紧烫起来。即个囡仔安尼，查某囡仔吼，烫光光伫撞规蛇路，迄囡仔拢咧哭，后壁有军队安尼。这成做一张吼越南战争中间上界经典的照片安尼。这张相片毋仅影响着历史，也讲着一段因为饶赦来得到顶头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伫后壁面会讲，当时越战的时阵，因为美军轰炸越南的村庄真做火海。当时伫火焰中，一个少女充满惊吓，身躯烫光光，因为大吼伫逃出这个海。这个囡仔吼，当然马上互美军甲带去治疗啦。就是你看这个得甲照顾，接受伊的这个赶紧甲这个水，因为迄个燃烧弹吼，毋是烧去就好，内底有毒所以规个皮肤拢烧起来安尼。这张相片的囡仔，这个囡仔查某囡仔名叫做潘金淑，吼。伊后来呢，互美军带去美国啦，照顾，互这个养父家庭甲照顾大汉。伊后来担任联合国的名誉大使，是可以宣传讲和平的重要，和平的重要。因为伊这个伤痕捌动过1700个手术啦。伊一摆伤痕就一摆怨恨美国人，因为美军嘛，美军甲伤害啦。怨恨美国人怨恨战争，心中充满羞愤啦。虽然皮肤慢慢结连起来毋过心中的伤痕拢无好，一直痛，一直艰苦，一直艰苦。这个就是后来伊大人了后伊到处去演讲的相片啦这个潘金淑这个人。迄张相片就是伊细汉的时阵，1972年已经50当前这个记者叫做黄公武啦伊伫个战地做记者，是美联社的记者。伊翕到这张相敢若一张相固定伫遐，咧讲一件安尼悲惨的故事。伊得到普利兹奖。后来这个翕相的甲这个查某囡仔见面啦，见面咧讲起当时的代志安尼。到后来呢，这个潘金淑伊就做见证，伊讲，互伊上痛苦的是伊的心，因为怨愤渐渐死去，身躯愈来愈虚弱，生活充满着挫折甲绝望，亲像陷入伫看袂见的监牢内底，震动袂去。意思讲，伊虽然在治疗，但是伊的心就安尼怨愤，就
规个人拢无元气就对啦吼。但是甚物安那改变呢？这段真重要。伊伫美国的时阵，伊认捌着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吼，安那流目屎认罪悔改。哎呀，奇怪，都毋是伊毋对啊，但是伊悔改。意思讲，我无爱搁活伫即个怨恨的中间。虽然当时拄着我足无爱，但是我认罪悔改，宣告用宣告了，讲我要除去遐怨恨的罪。所以讲，伊对安尼开始看袂见的家劳，就得到透放啊。伊心中充满了真实的幸福甲疼，而且会当去疼别人。伊原来是无可能接受别人的，但是伊因为主耶稣基督拄着主，圣神甲伊改变。啊，所以伊才成做即个款的和平使者嘛，啊，四国去宣传。啊，无伊有时吼，伫甲人见证的时候，扭开伊的手，啊，规个身躯的疤痕拢伫咧啊。遐尼细微，实在无简单啦。一个即款的人有通改变，若无圣神光照法度。所以遐尼即位，你望你祈祷得到垂听无？你要望你的心得到安息无？请会记咧，遐个伤痛，遐个无好的事，虽然发生，但是你甲上帝讲，我无爱，我无爱互遮个事绑着我。过来，第三项是，你有改变过去消极负面的生活无？吼，我拄仔讲，足侪人讲我悔改认罪，啊认罪好亲像我安尼足无名誉的就对啦吼。我感觉足无民主的，啊，就一个人畏畏缩缩，怎啊无想要改，无想要进步，毋是即个意思。咱定正做负面想法的路财就对啊。迄个负面的想法会像一个病哦。啊，你讲逐摆讲着啊，无可能啦，这无路用啦，这假讲的啦，这假做的啦。啊，反正都伫你的嘴里不会讲出正面的话就对啦。啊，常常咱强调迄个缺乏甲黑暗的一面。咱台湾人有时讲话吼，好的话毋讲，啊讲负面的。举一个例，伊讲吼，咱过正无食足饱，讲啊食啊胀死啊安尼吼。奇怪，足饱足快乐啊，烧巴肚烧所以哇，够好个，今日食好食啊，食啊要胀死安尼。咱足侪话拢是死，有无？足侪死的话呢？啊，死的话就是讲，你原来好事啊，你用死来解决。啊，这拢是咱民族上。咱文化上迄种负面的话，啊，咱常常咧提醒讲，毋通讲遮负面的话，特别会记咧，对咱的囡仔毋通讲遮个话，吼，安尼死囡仔吼，无路用的安尼，吼，较早阮囡仔时代拢讲啊，无路用去捡牛屎，哇，听落到地吼，规个斗志拢无去啊啦，啊，咱新正吼，咱大家先。咱今年吼改一遍，你真正吼，算讲我到底讲几句迄款负面的话，泼凉水的话，泼冷水的话，啊，这真重要，因为上帝讲，咱生一支喙吼，字吼，你也讲好话，也讲歹话啊。上帝爱你讲好话，讲正面的话，常常阻挡咱进步发展的是咱消极的思想。啊，有人咧分析讲。东方甲西方的文化有差伫倒位呢？西方吼常常较讲积极的，啊，咱东方拢讲消极的。啊，有两句话会当做比较啦吼。西方的文化，咱圣经的话啊，伊讲你愿意别人安怎对待恁，你也爱安怎对待人。嘿，这句话足重要哦。你愿意别人安怎对待你，你爱先对待别人。意思讲啊，我要得到你对我笑面吼，我无笑嘛。你到了叫人就对你笑面，啊对人对你好，啊你拢无要对人好，所以意思讲，我先对我做开始，我爱要安尼，啊我就先做互别人看，这是西方的思想。但是咱东方吼讲的话就较消极啊，伊讲己所不欲安那，吼，负面的嘛，消极的嘛，我无爱人安尼，啊你就莫甲我安尼，吼，我无爱恁兜粪扫，等你阮兜来，吼，啊。我无爱等候你，迄是负面的，是我爱你创啥，啊你会当对我创啥。所以积极的人会过着冒险甲进取，啊而看有创造性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安怎拄这心灵的本色呢？咱看有几项啦吼。第一，爱清理咱拄则讲的无成就上帝国家义的垃圾；第二，爱清理迄个无爱饶恕啊无爱听的垃圾。第三，爱即个为着消极负面的生活来悔改。最后，
现在希望咱共同迎接新的一年，咱对未来怀有一个理想甲梦想。拥有理想甲梦想的人，就是对未来充满着愿望，充满着愿望，心灵因为安尼来得到健康啦，心灵因为安尼来得到健康。这是圣经内面所予咱即个宝贵的话。拄则有一段经文，可能绕到去就是咱约珥书的2章28节，约珥书的2章28节，可能无落伫内底即段话无去，就是讲。上帝应允伫末后的日子，伊要建立既若有血气的、有意向甲梦想，对未来充满着愿望，甲健康，这是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学习到的，兄弟姊妹，咱未来的梦想，咱做伙来努力一项，就是咱新春的开始，明仔载大家属龙工商拢恢复上班上课恢复上班工作啊。咱做伙为着这个来立志，第一，咱拥有对教会宣教的意向，继续来努力。咱对后礼拜开始，咱的文道训练要开始咱的这个查经班也要开始咱各种的训练拢要重新开始。第二，咱对前途国家的前途有意向，这上无写着意向。咱对国家有一个愿望，对咱的政府为着因来祈祷。第三，对工作、事业、职场、家庭的幸福有这个意向。兄弟姊妹，你有学习成做一个专心向主、让上帝为着你做新事的这个家庭，你的个人，上帝是行新事的上帝，做新事的上帝。愿主施了恩典伫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这圣经的话。对咱产生变化，是你欢喜，专心向主来迎接新事。兄弟姊妹，下面咱要来进行这个异地的祈祷，牧师先带咱做祈祷，然后咱就准备咱要请咱的这个敬拜团咱的代祷团队，以及咱在座兄弟姊妹，拄则牧师有讲，有时我是有肉体的病痛，我要受异地。你若感觉讲心灵也需要主的医治，你免客气，等下来到主头前，来到上帝的头前，咱先来祈祷，然后来闭完心。主管的上帝，感谢你，阮有这个福分，伫一礼拜休困，阮准备要迎接新年的工作甲生活。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有份参与伫主你的圣国的圣工。主啊，阮伫反省。的悔改，毋是一个负面消极打击，是因为阮知影，阮要迎接做新事的上帝，阮要迎接享受恩典甲祝福的上帝。主啊，阮伫你的面前，要看见上帝要做一项新事，现在已经在发生，就是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主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的工作、阮的事业、阮的家庭，阮需要主为着阮开道路，为着阮开江河。互阮原来感觉无可能的事、行无路的事，主你替阮开路。阮感觉空闲孤单的时，主你为着阮开江河。拜上帝，阮小等下为着有需要的兄弟伫你面前，奉主的名来宣告主你的意志，愿你圣神甲阮同在。阮知影，毋是靠人的开力，是因上帝你应允，上帝你怜悯，特别你应允，同心的祈祷，主你的同在，甲应允特别临到阮。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